咱一定会伫伊的保守照顾内面。更介重要的是，咱的活命。如果咱求上帝施恩引带咱，互咱的活命受尊留，安尼咱就要认真同齐来思考这样代志。上帝啊，你尊留我的活命，到底爱我做啥物货？或者是咱活落去，继续活落去的目的甲意义。无论怎样，上帝创造你、创造我，拢有伊的目的甲意义。上帝要凊彩做一个物件，所以今仔日咱的生命受尊留，咱得斟酌思考，来甲上帝相连。如果上帝应允咱做伊的后生查某囝，安尼咱就认真思考。上帝，我为着你的家庭，为着上帝国，我要安怎样啊？活出上帝你的款式，互人对我的心上看到上帝你家己。咱同齐开声来祈祷，为着上帝所赏赐予咱一切的平安来感谢，为着咱会当完成上帝创造咱的生命、存留咱的活命的目的甲意义，互咱真正会当完成，迄就是咱人生上介大的打拼甲努力的方向。求上帝带咱看到迄个目的，求上帝互咱活出迄个意义。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，请，亲爱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会听甲阮同在，来保守阮。主是我的活命内底有经过艰苦困难，甚至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但是主你到伫如今存留我的活命。我会承认真侪时阵，我为着家己来安排，我想要爱、想要做、想要和人比拼的真侪遮的代志。总是上帝你一摆搁一摆。拆掉我遐的计划，击打我、教示我，互我看见我家己不过是啥物拢总无。原来主你将着遐所有一切拍破，将着一切收倒转去，就是要互我看到上帝我的活命伫你的手中，你做我的目的甲意义，为着要互我伫永远的国度内面，甲你三角做伙有份。上帝，这我需要更较大的信心来承受这份产业，所以我向你恳求，将迄个极大的光照我，就亲像你照扫罗，互伊会当成做保罗，就亲像你向着撒母耳呼喊，互伊会当成做你的奴仆，成做你会当录用的。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我伫即时恳求你，安尼来引带我，赐恩伫我，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同齐来领受属天的异象，为你名的缘故，阮真心来读上帝你的话，安尼阮就会当听见你的声音，阮就会当照你的话去行。伫阮照你的话去行的时阵，主你讲，迄就是阮人生上界大的祝福，也就是咧对你上大的敬拜，也会当三甲参与伫上帝国荣光的事业。愿一切上赞而乐归乎你。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而且讲我兄来报告。阿姐，大家平安，平安。非常的感谢上帝，要离世进前，使我咱有平安的信心。愿在这个所在有满恩望伫当中，感谢主。消息报告，今仔日主日崇拜颁发
学青奖学金，请继续为教会青年伫各方面上用心益人守望祈祷。第二，10月19礼拜3暗时啊7点半到9点半举办烈焰永燃，是由杨道若牧师祈祷复兴特会，地点伫台南灵粮堂，敬邀兄姐一同参加。本会当日线顶祈祷会将改前往参加这个聚会。第三，10月21拜5暗时啊7点半，城市祭坛伫求主堂举行采取实体线顶，同时进行，请兄姐预留时间参加，一同为城市起坛守望。第四，10月22礼拜6第上清一日游，请有报名参加的兄姐，伫当日早起时7点半，伫教会1楼集合出发。以上报告，谢谢。咱这时来请敬拜团。感谢上帝恩典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耶和华上帝是咱的溃烂，是咱的力量，是咱永远的依靠。咱三甲做伙来吟唱一首诗歌《救恩搬照》。你是我永远的救恩搬照，你是我生命力量。我的愿望，予我勇敢强壮，主我独独呼求你，主我心靠你，我心靠你，因你信实甲主爱，在我患难中随时帮衬，主我全然倚靠你，你是我永远的救恩搬照，你是我生命力量。我的愿望，予我勇敢强壮，主我独独呼求你对头来，你是我永远的救恩搬照，你是我生命力量。我的愿望，予我勇敢强壮，主我独独呼求你，主我心靠你，我心靠你，因你信实甲主爱，在我患难中随时帮衬，主我全然倚靠你。你是我永远的救恩搬照，你是我生命力量。我的愿望，予我勇敢强壮，主我独独呼求你。咱三甲起立来吟唱。你是我永远的救恩搬照，你是我生命力量。我的愿望，予我勇敢强壮，主我独独呼求你，主我心靠你，我心靠你。因你信实甲主爱，在我患难中随时帮衬，主我全然倚靠你，主我心靠你，主我心靠你。
中，随时帮衬。主，我全然倚靠你。主，你我永远的救恩看照，你是我生命力量。我的愿望，予我勇敢强壮，主我独独呼求你，主我心靠你，我心靠你，因你信实甲主爱，做我患难中随时帮衬。全然倚靠你，你是我永远的救恩伴照，你是我生命力量。我的愿望，予我勇敢强壮，主我独独呼求你。我心靠你，我心靠你，因你信实甲主爱，做我患难中随时帮衬。主，我全然倚靠你，主，我心靠你，我心靠你。因你信实甲主爱，做我患难中随时帮衬。主，我全然倚靠你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真心来倚靠上帝。苦难是一定有的，经济压力嘛是会有的，身体的衰烂嘛是会有的。圣经应允咱一个代志，耶和华伫我年老的日子，我犹原要活地，听候我将着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，将你的疼痛换到后世的人来诉说。耶和华上帝啊，伫苦难的日子，我要呼求你，你要应允我；伫病痛的日子，你要亲自为我来铺面床。主啊，你帮助我，伫我富足的时阵，予我要真济颂香，因为真济颂香的就是祝福耶和华伊所行的良善，耶和华的确会报答。主，我信靠你。我信靠你，照你的话来行，就是信靠你。所以，请这个时阵，咱搁再一届来祈祷，为着咱家己现此时所徛起的情况，将着这个交托伫主的面前，将这个祈祷伫主的面前，甲主上帝讲是，无论伫什么款境遇内底，你拢会当使用我，亲像你使用保罗，和保罗安尼讲，无论好也善。无论勇行病痛，主凡事凡地，我拢当学了秘诀，就是我靠主，凡事我拢会当伫其中徛起伫好势。三甲开声来祈祷，请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荣耀主，阮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我的主，是我的倚靠，是我的帮助。主啊，就是伫我心神软弱的时阵，你犹原会当用我做成你的工作。主，所以我伫你的面前仰望你。你亲自施恩怜悯照顾，到我三角徛起，用你大能力伫我的身上显明，互人对我的身上看到上帝管教，互人对我的身上看到上帝引带，互人对我的身上看到上帝你的荣光，互人对我的身上看到上帝你的信息、你的怜悯、你一切荣光的作为，因为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主，你赦免我所有的过犯。你互我伫你的内面得到凡事拢充足，耶和华世间人甲万物你拢看过，
伫你的恩典下面，阮满得饱足。所以，互阮伫即款的情景内面，甲你相同行，用信心跟对主你的脚步来行。伫主你的内面，互阮得到完全赦罪平安，能力的精神，甲主的同行。感谢主。主，我心靠你，我心靠你，因你信实甲主爱，做我患难中随时帮助。主，我全然倚靠你，主，我心靠你，我心靠你，因你信实甲主爱，做我患难中随时帮助。主，我全然倚靠你，你是我永远的救恩伴照，你是我生命力量。我会毋忘，互我勇敢强壮。主，我独独呼求你，主，我独独呼求你，主，我独独呼求你，主，我独独，主，我独独呼求你。耶和华是信实的上帝，好嘢送香，既若是心心虔诚敲找伊的人，伊的确用伊圣手来引带因所有一切的路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停下听你的声，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停下听你的声，我的目睭。我心所听，放了家己，互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照伴，互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紧紧牵我，你永远无放撒我，用我一生，互你的旨意伫这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停下听你的声，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。我灵停下，听你的声，我的目睭，我心所定，放了家己，互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照伴，互你引带。我拢总免惊，你的手紧紧牵我，你永远无放撒我，用我一生，互你的旨意伫这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停下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停下听你
是永远的照伴，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。你是永远的劝我，你永远无放散我，用我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伫正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信实的上帝。你是永远的照伴，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紧紧牵我，你永远无放散我，用我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伫正，用我一生，用我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伫正。邀我恳求，用你的引带，成做阮人生向前行的能力甲目标方向，互阮一世人踮伫你的殿中，甲你对准你的心意，互阮伫你的殿中瞻仰你荣耀的面，互阮甲你三甲同行。我要踮你殿中，学乐敬拜称谢，孝顺你恩德，笑念你的慈爱，述说你的荣光，敬拜到永远，耶稣。你殿中，学乐敬拜称谢，孝顺你恩德，笑念你的慈爱，述说你的荣光，敬拜到永远，耶稣。踮你殿中一日，脚影八位清日，心好定甘甜。仰望你的容面，听叹你的声音，活伫主内面，耶稣。殿中一日，脚影八位清日，心好定甘甜。仰望你的容面，听叹你的声音，活伫主内面，耶稣。耶稣。
敬拜你，耶稣，耶稣，圣洁的忧歌，耶稣，耶稣，一生敬拜你，耶稣，耶稣，圣洁的忧歌，耶稣，耶稣，一生敬拜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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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至圣的主上帝，你伫你的圣殿中，监察每一个人的心肠肺腑，要悟到遐敬虔诚实的灵魂，享受属灵各样的福气，并地上所有一切的珍宝、新酒、油甲米粮，互因伫患难的日子，犹原亲像树丛栽伫溪水边，照时结果子，伊的叶青翠，树棵满了浆汁，伊的细囝伫伊的身边，亲像济济结果子的橄榄树栽。愿上赞恶乐应当拢归乎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三甲做伙来共读新的诫命，请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尽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阿免，请坐。同齐来交读启应文。启应文第41篇，我来替请兄弟来用好的部分，咱同声来上读。伫黑暗中行走的百姓，看见了大光。踮伫心之地人，有光照耀因。你互这国民犯罪，增加因的喜乐。因伫你的面前欢喜，亲像收割的欢喜。像人分迄个怜悯、迄样的快乐，因为因所负的重担，甲肩胛顶的拐仔，并贴因的怀，拢已经压断。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一个细囝赐予咱，政权要担伫伊的肩头顶，伊的名称作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上帝，永在的爸。和平的君，伊的政权甲平安要加天无穷。要踮伫大别的宝座顶，治理伊的国，用公平公义护国，坚定稳固。对担直到永远。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就这事。阿免。
愿上帝祝福每一位上读伊话语并遵行的兄弟姊妹。咱这是三个做伙来看周报第4面。同齐来共读彼得前书1章3节到7节。彼得前书1章3节到7节，咱同齐做伙来上读，请。愿上赞归乎咱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伊捌照家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对死而搁活，顶头生了咱，互咱有活泼的愿望，会当得到袂会朽坏、袂会拉残、袂当衰残，为恁存留伫天顶的基业。恁这因信望上帝能力保守的人，的确会当得到所有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对安尼，恁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伫百般的试炼中，暂时忧愁。互恁的信心既然受试验，就比迄互火试验游玩会歹的金仔，搁较显得宝贵。会当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，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阿门。咱感谢上帝。圣经伫这个所在，着咱提醒，咱伫上帝的厅内底是大有愿望、大有恩典的百姓。伫这个所在，彼得伫伊要离世进前，迄个时阵，教会其实受了真大的迫害。伫即款迫害的环境，真侪人离开信仰。因离开信仰，因为因伫迄个所在感觉信主耶稣到底有啥物款的好处？信主耶稣改生嘛无看到啥物款的好处？活命伫真侪困难内底继续挣扎咧前进，为着伊的人生在拍拼咧无用咧努力，但是我的努力改生嘛无比别人搁较富足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、咱的生活，暂伫即个时阵，咱会有真侪的充满挑战、困难。疫情会互经济愈来愈无好，通货膨胀就是钱愈来愈薄，会互经济愈来愈困难。了后，咱也伫即款极端气候的变化的内面，钱薄去，极端气候内面，即款的生产的物件会愈来愈少。了后，搁天然的就即款的火灾内底烧掉去的遮猪啊、粟米，真侪遮代志拢烧真侪，树木嘛烧真侪去。所以，伫疫情、伫即个钱愈来愈薄的时代，又搁伫极端气候的下面，了后生出即款物资愈来愈少，真有可能会产生的饥荒。了后，咱也看到最近伫即当中战争改成也无看到讲有煞去的情形。所以，咱看整个世界伊的变化内底，实在讲有较歹，无较好。咱伫台湾无啥物感觉，因为咱得到真大的平安。总是咱也斟酌着爱思考，信仰敢是干那互我一个人平安？信仰敢是互我的家庭得到看顾安尼尔？究竟信仰对咱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甲价值？即使有一天若真正战争起来，这个信仰对咱有啥物款的帮助？即使有一天若钱薄甲无法度买到物件，甚至圣经内底捌有一届发生饥荒，变做两个寡妇伫迄个所在同齐做伙参详，讲今仔日我杀阮囝，咱来食；明仔载换你杀恁囝，咱来食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迄个日子
真有可能会来。当战争发生的时阵，伫乌克兰真侪基督徒，因所有的别种残垣，拢总无去。伫10000年久当中，真做国际难民，信主耶稣，敢未拄着灾害困难？乌克兰70%几，拢总是信东正教的基督徒。俄罗斯嘛是东正教的基督徒。基督教的国家，敢就袂遭有患难困境？耶稣基督的信仰，毋是对这个时阵看到后界，应该是对后界看倒转来尖啊！这才是咱思考的方法。如果我要进入上帝的国，如果上帝的国若是一个事实，那安尼我要安怎对迄个国产生反应？这是彼得对着迄个时代内底咧受苦难的兄弟姊妹，甲因讲：你爱对遐想倒转来，毋是对遮想倒去。只有对遐想倒转来的时阵，咱才会知影，咱会当对遮安尼去。你一定爱先想到目标，你才有法度拍拼。咱去火车头，绝对是先知影咱要去台北，还是要去屏东，咱才会买票，敢毋是？所以彼得对着兄弟姊妹讲：愿颂赞归予咱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，伊捌照着大人民，借着耶稣基督对死的国活，顶头生了咱，互咱有活泼的愿望，会当得到迄个袂朽坏、袂拉残、袂当衰残，为恁存留伫天顶的基业。彼得伫这个所在讲，信主耶稣基督。毋是咱有法度去退掉的。今仔日，若是我感觉讲哦，我安尼足古锥足可爱，啊若插一蕊花，甲插起哩，哦，安尼我毋是愈水。但是事先必须要有即蕊花啊。若无即蕊花的时阵，我就是伫遐想破了头壳，迄蕊花嘛无法度伫我的头壳顶啊。共款今仔日，世间人咧超找永远的平安、灵魂的归属的时阵，必须要先有一个救恩。若无救恩，人安怎搁较拍拼努力？其实嘛是共款死路一条啊！所以彼得伫这个所在讲，是咱爱上赞、爱学乐、爱向上帝发出救恩的上歌讲诗，因为伊赏赐互咱会当得到一个产业，迄个产业伫天顶的产业，甲这个世界是无共款的。所以伫遮伊讲，伫遐呢。伊讲：恁着爱怎样过生活，着怎样来看待恁拍拼、努力累积的钱财。1960年，美国人查尔斯·菲尼甲罗伯特·米勒，因伫香港创办了这个DFS， 就是免税商店。当因创办这个免税商店，你伫全世界的这个机场，差不多拢会当看到。就是免税物件，了因伫迄个所在买物件无俗哦，爱趁钱趁了真济。查尔斯·菲尼伊款待人真大方，伊捐出伊的财产80亿的美金。人家问讲你是安怎呢？捐甲1点1仙1厘无剩？
伊讲上帝遐尼无银行啊，每一个人舍身裸体来到这个世界出世，了后又搁空空倒转去，财富甲你的名利富贵，只不过是上帝所托付你的。如果上帝交代咱，如果今仔日有一个人交代你一笔钱，甲你讲这笔钱，就摕去分互中间兄，分互廖牧师，分互工费兄，了你就甲伊摕来，你分互其他的3个人，了当迄个人伫迄个所在，甲你讲钱咧，我分互3个人啊，分互啥？伊就甲你讲3个名。你讲我毋是甲你讲爱交互工费，交互中间，交互廖牧师吗？我也知，我就想讲有分互3个人就好啊。迄个用途用了毋对去，虽然迄些钱拢总用开去啊，但是因为伊的目的、伊的人、伊的方向毋对，所以伊所做一切犹原归伫空空，甚至会受上帝伫迄个所在来指责。所以咱的财富、咱的名声、地位，所有一切，你手中所经营的，咱就斟酌安尼这物件要用伫倒位。读圣经，咱才会知影，上帝究竟爱咱甲咱的名声、地位、名利、富贵用伫倒位。所以。最后，伊讲一句话讲，因为包尸体迄个布顶悬也无装落地啊，就是咱，就是有一天我离开世间的时阵，挂一个金表，尸体烧无去啊，金表嘛袂对我走啊，嘛是搁伫遐，伊可能是烧洋安尼尔。物质的世界的物件，无法度带到永远上帝的国度内底。了，查尔斯菲尼伊所做，则亲像《使徒行传》10章内底哥尼流所做的同款。伊讲哥尼流迄个时阵，伊敬畏上帝，伊虽然也无认捌上帝，但伊心内底有一个敬天的心，所以伊真济颂香。伊做人虔诚，上帝伫个所在，差遣天使甲伊讲：你的救济达到上帝面前，已经忘记念了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基督徒毋是干那祈祷，行动上对着人的疼，也是咧见证咱对上帝的疼。上帝今仔日顶头生了咱，互咱有一个新的身份。过去我是廖婉玉，以及廖杨雪的囝，到伫今仔日也是。但是伫我受洗了后，我顶头生了，顶头生毋是入去妈妈的腹肚佮生出来，是讲伊佫有一个新的身份。伫基督内底出世，我称做上帝的囝，这是顶头生，是新的恩典。了伫这个当中，阮老爸无留落啥物财产，互阮继承，感谢上帝。若无我惊阮兄弟啊，毋知若伤济财产的举刀啊烧扑啊要，家财拢总无。所以，但是伫上帝恩典内底，咱有活泼的愿望，迄个活泼的愿望是实实在在的。伫圣经内底讲，愿望毋是指着遐想讲后界会安怎，毋是。乃是对着将来有确确实实的把握。10月22日，相亲团契要去倒位？你也知影，无定甲你开空壳机票的咧。但是你安怎？你实实在在知影嘛？所以你会交钱嘛？对无？我听讲要去东港食海产咧。无定甲你画一个大饼，无定诈骗集团的，你阁相信甲遮厉害？但是你知影，伊是事实，因为相亲团契特别信靠耶稣基督，甲咱讲，耶稣基督比咱阁较水，阁较好。
迄个活泼的愿望是实实在在的。所以，伊毋是画一个大饼，毋是空嘴报纸。活泼的愿望是指着咱新生命有关系，愿望来自上帝的生命，永远有效。毋是伫迄个愿望内底，伫遐想讲啊有就有。我甲你讲，有一寡代志，毋是讲我讲有啊，就有啊。我甲你讲，10月22要去双流，但是我甲你讲，12月23要去单流，你要去无？我硬硬伫遐想，我甲你讲甲足真诶，你嘛毋敢去，你无看呀，啊无人讲，无事实啊，牧师定定拢安尼黑白讲。好，所以迄毋是一个逐个人讲出来，上帝讲的是实实在在，并且伊伫咱的生活当中亲自咱见证过伊家己。上帝永远的画面，互咱会当将即个愿望是实实在在有法度把握伫其中的。愿望又搁促进上帝的生命伫咱的内面重大成熟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对人的话语，咱产生信任的时阵，更加咱搁较需要对上帝的话语产生信任。当我真做上帝的后生查某囝，上帝互咱有一个绝对的稳定。父母无一定有法度留落产业互咱，甚至有的父母可能搁留落负债互伊的囝儿逝世。但是上帝为咱所留的产业，伫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阵，迄个产业是永远长存的，伊是袂互世界拉啥物的，所以是完美的性质，无法度毁坏是安怎绝对的性质。迄个水，迄个好，伫这个世界无法度比拼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会记哩，你是有产业的。你做上帝的后生查某囝，你是有产业的。来，甲身边兄弟姊妹讲，你是有产业的，有实实在在的产业。甲伊讲，所以，我毋知是即摆我食较老啊啦吼，还是我着渐渐会当体会保罗咧讲迄句话啊。我若离开世间和上帝徛起是水滴无比啦，所以会愈来愈愿望倒转去上帝遐，你敢知？你的生命若真正已经甲上帝连做伙，会当体会到上帝的真实。我甲你讲，你绝对会愈来愈羡慕要倒转去。因为上帝为你存留伫天顶，甲这个世界无共款的物件，人所喜爱的物件，其实拢总会过。牧师甲你讲啥货？牧师若咧食物件的时阵，拢食啥？龙虾切角、鲍鱼串签、乌鱼子加汁。昨着去互请啊！昨去互请，龙虾敢若切一片尔。尾啊迄龙虾头拢伫遐，我着甲中间兄讲，中间兄这龙虾头会食一无？你知影餐厅的龙虾头无一定拢会食一咯，有的龙虾头就是敢若排水，互你伫遐看尔，迄龙虾头是袂食一个。要中间兄甲伊爬开看，伊就讲牧师这会食一，我着冒掉啊！你知无？龙虾头着甲杀来食，迄一粒龙虾头食落去，要爬第2粒，敢食会落去？袂啊，够热啊！我讲，你对世界的物件就是安尼，食够热，你就无想要食。人生内底拢是安尼，钱到一个数量，伊就是够热；啊，若无，伊就是干那变做数字咧变化安尼尔。所以，但是伫上帝国的事业，你会发现，当咱照上帝话语去行。真济双向扶持软弱的人，你的生活会愈来愈水，你的画面内底会愈来愈喜乐。你会当互一个人来认捌上帝，你灵魂会甲伊同齐做伙欢喜。我甲你讲者，你着爱去试看卖啊！
当你试看卖，你就知影上帝恩典是好。上帝伫天顶为着相信伊的人，有备了囝儿的名分，逐样属灵的产业。你斟酌来看，这所有属灵的产业，拢甲物质无关系，但是甲你安怎使用物质世界的物件有关系。所以求上帝，互咱会当明白。了后，保罗伫迄个所在讲，恁得到天顶的基业，但是毋是干那得到天顶的基业，听到离开世间了后才安尼。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将来的救恩上介大，迄个救恩会显现，但是伫这个时阵，恁抑阁有可能受苦，但是迄是咧锻炼你的灵魂。因为信耶稣基督，所以你的能力会受保守。人若信，就会看清世间的苦难；人若知影上帝咧掌权，伊的心就会有平安。人若知影家己是迄位掌权上帝的囝儿，伊伫任何患难内底，伊拢会当徛得在。旧约圣经列王记下内底记载一个代志。阿兰王伫迄个所在来围困撒玛利亚城，这是北国迄个时阵所拄到的。了后，传道者有甲各位讲，因伫迄个时阵饥荒到一个地步，两个寡妇，一个讲今仔日将你的囝摕来，咱煮来食。了后，伊甲因了后过工的时阵，伊甲伊讲安尼换煮恁囝来食，结果伊甲因囝藏起来。所以这两个寡妇呢，就走去甲王的面前，伫迄个所在讲。了后，因伫迄个所在互相告这个代志。才讲这个话的时阵，王的使者来到，因就讲饥荒已经到这个地步。了后，因就讲，这个王王就到，伊就讲灾祸是对耶和华来的，我何必得搁再仰望耶和华呢？其实灾祸是对耶和华来的，这句话是对，但是敢若对一半。圣经内底讲一项代志，人的行情若冒一把火，伊的身躯袂倒起来吗？绝对倒起来嘛！你身躯内底冒迄火咧烧的火炭，甲伊染咧，你身躯袂烧了受伤的，绝对受伤。这个王伊讲灾祸是对耶和华遐来，我何必搁再仰望耶和华？对。灾祸绝对是对耶和华遐来，这是事实。经过耶和华上帝允准，灾祸才会发生在咱的身上，这是自然律。但是爱真斟酌，这个时阵，这个以色列王是安怎样呢？因一个真大的问题，是因为因将着家己的后生查某囝经过火来烧，来献予巴力。了，上帝几落摆差遣先知甲因讲：恁毋通阁安尼做。但是因无听上帝的话，上帝讲：恁既然无听我的话，我就随在恁。这个时阵爱做的是，我爱反省伫上帝的面前讲：主啊，我啥事拄到这个灾祸？上帝通过牧师去甲因讲，上帝通过传道去甲因讲，上帝通过小组长去甲因讲，但是因无悔改过来，因继续做歹。了，当因拄到家己无法度解决的代志、困难的时阵，因伫个所在讲灾祸是对耶和华上帝遐来是上帝和灾祸临到，但是对咱所怀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。要互咱通过受教示，咱会通倒转来伫上帝面前。细汉的时阵，你偷摕物件，敢袂去互你的爸爸妈妈甲你教示，甲你引带？爸爸妈妈敢是食饱盈盈，摕一个扫帚囡仔？伫迄个所在，就是看了袂介意，就甲咱摔落，绝对毋是安尼嘛！一定是出伫疼，甲咱教。迄个时阵，互讲甲呢是，迄明明就热天，学校要去读册的时阵，拢爱穿短裤，
就毋敢穿短裤，就安怎长裤穿咧。老师就讲你今日开穿长裤，就毋敢讲。到尾老师可能伊原来捌互讲过，所以就甲你扭起来。哎哟喂啊，骹肚遐安尼一零一零啊！就甲问讲你是安怎遐？嘛毋敢讲，偷摕钱佫敢讲讲吗？迄个过程是要透过即个教师，互咱翻头倒转来，离开迄个歹，通互咱会当行伫正直的路内底。咱今仔日对上帝的信心到底是啥？有一个物件这德的定律，德你打甲静落的时阵，伊伫4年到底。敢若会对着土内底问出超3公分，4年哦，对土内到底问出超3公分。但是对第5年开始，伊每一工用30公分的速度咧成长，敢若用6礼拜的时间，伊就有法度称到15公尺。实际上，德伫这4年到底拢咧创啥呢？伊伫这4年内底已经伫土内底。将伊的根窜出去到数十公尺以外。你看咧做风台的时阵，是安怎德无容易倒，德无容易倒，但是德无容易倒，因为德的根生伫下骹面，了后伊的根佫含别人的根相连，伊的根窜伫下骹面，佫含人的根相连，所以。那一大片的德伊无容易倒；另外一部分德安怎新柔软，风若吹伊就摇，无遐紧倒。所以伊的根串了深，佮含人结了会好势，结了会好势。所以德伊会当成长甲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在。灵性的活命对着上帝的信心。是伫别人看袂到的时阵，你着努力插根。有人问我讲，牧师，你拢定定讲哦，你听到上帝话，我哪会拢毋捌听到？我甲你讲，咱若毋捌听到上帝话，咱着定定将圣经摕来读。读圣经就是上界直接听上帝的话。所有的物件拢是安尼。一定会对着咱日常的生活内底，对简单的到严重的、到厉害的。所以圣经讲，明显的代志是属于咱爱做的，隐秘的代志是属于耶和华。人若唔读圣经，敢若逐工伫遐坐看上帝会甲伊讲话无？会啦，一半遐会啦，大部分的人拢袂啦。所以读圣经对咱来讲何等的重要？对着尊行明显的代志，咱去做，咱才有法度承接迄个稳重伫上帝的内面，要交托，互咱上界伟大的事物。看旧约圣经内底约瑟，伊用几十年的时间，就是敢若做奴才，就是互人关伫监狱。但是伊的心倚靠上帝，无歪错，所以上帝伫100年久当中，互伊成做埃及的宰相。再来看但以理。伊嘛是用真久长的时间，圣经讲，伊伫迄个时阵立志无互家己受到食物来甲伊拉散，因为国王食遐肉，所有的这肉拢是拜过因的神明，了后才摕来互伊的这文武百官所食。但伊哩甲伊的朋友分别家己。无爱和偶像有交叉，所以就食菜、食青菜、水果来养育家己。
但以理阁一日3摆祈祷。有的人检查感觉讲，哦，哪会着遐认真？但是，伊伫上帝面前安尼分别为圣，将其落尾，伊甲伊的朋友，因为顺探上帝，分别家己诚侪圣洁，你会发现圣经讲，上帝互因比其他国家上界聪明精英的百姓，因的智慧赢过10倍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人拢是因为因的根和上帝连做伙，伫迄个看袂到的世界，因甲上帝相连，伫即个看会到的世界，伊就会当显出伫1万年久当中极大的荣光。求主互咱会当明白即个代志。总是伫即个过程内底，咱虽然迄个过程有困难，就亲像但以理含伊的朋友，因无通食龙虾，无通食鲍鱼，因就是食青菜咧过日子。因检菜伫迄个时阵，到伫路尾，但以理做宰相，了伊身边这无认捌耶和华上帝的人。又搁伫迄个所在，伫遐攻击但以理，甚至设计谋要来害但以理。但以理并无因为这来惊吓，犹原一日3摆跪伫上帝面前祈祷。安尼你看到，上帝差遣天使来封条狮仔因的喙，因为狮仔毋是袂枵呢。当但以理国王用绳仔甲伊扭起来的时阵，了国王讲吩咐遐陷害但以理的人，将着因弹落狮仔坑。圣经记载，遐人也未落落到狮仔坑底，狮着对顶悬亮起来，甲因拆只落腹了。以后国王落了一个命令。既然我所统治的每一个所在，就爱尊迎但以理所敬拜的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过程是困难的，但是咱若真心倚靠上帝，上帝的确帮助咱。搁倒转来到头前迄个所在，当亚兰王来围困撒玛利亚城，迄时阵先知以利沙对伊讲：“你来听耶和华上帝的话。虽然伫饥荒，但是到伫明仔载这个时阵，恁的确会伫当中来得到食物。了其中有一个扶着国王的这个军长对以利沙讲，就是耶和华上帝，互天拍开窗啊！”嘛袂当有即个代志。以利沙甲伊讲：“你今仔日看会到，你明仔载一定会看到，但是你看会到，才袂到，因为伊拒绝上帝的话啊。咱无一定用嘴来拒绝上帝的话，但是咱爱细致的一项代志，是咱用行动咧拒绝上帝的话。”但是咱若是真正亲像以利沙同款，相信上帝的话，像但以理同款相信上帝的话，日子所有的苦难，咱拢会拄着。以利沙有拄着饥荒无？其他的百姓咧饥荒，伊敢无饥荒？伊嘛饥荒啊！但以理伫迄个所在，互人困住，伊伫迄个所在，犹原倚靠上帝。了过到明仔载的时阵，众人就出去掠了这个亚兰王上帝亲自差遣天使，去灭绝了因所有的一切这战争的士兵。所以因就出去伫迄个所在，将亚兰人所有的这军营内面的所有物件拢甲伊收入来。因为饥荒遐尼久啊！所以百姓听到亚兰王的军队遐有食物好，百姓规个人拢总撞出去。
了后，迄个副国王的迄个军长啊，检菜拄好伫城门口遐，要出去跋倒还是安怎都毋知啦。你知影人吼，甲枵到一个地步的时阵，想要食物的时阵啊，就规个拢总撞出去。你就是互倒伫遐互拍咧。我你讲，迄是军长呢？军长介敖吗？我你讲，无定国王跋倒伫遐，我来互打死。各位会当了解这个情景，所以以利沙对着这个军长讲：因为你唔相信。所以你听会到，看会到，但是你得袂到。今仔日拒绝上帝话是何等可怕的代志！生活困难当中，咱甚至会向上帝发出谣言，以及咱受气的声。究竟爱去痛苦偌久？究竟爱去等偌久？听候是一门极深的功课。也是一门证明我是毋是真正相信上帝。上帝伫就每一个时刻，咱愿意听候信任上帝，人才对上帝产生灵性上绝对的信心。这种信心才会互咱看到上帝的作为，经历上帝的真实，并且伊。甲咱实实在在同在，这也才有法度，互咱对着永远永恒的世界来看到今仔日咱的信心，咱才有法度看到迄个真实，并且对着救恩有法度坚定相信甲听候。所以圣经讲，你搁等一下，搁一点点的时候，上帝救赎会来。你的人生的困难，你的问题会伫这个所在，但是继续等，上帝一定为你处理。希伯来书对着这兄弟姊妹讲，迄个要来的，就马上来呀！总是义人要因为信我来得到永远活。义人请注意哦。有古早的贯册来写啥物？我的义人。对安尼，咱会通明白，是对上帝百姓特别的劝告。伊讲，咱若是甲这个世界人做伙，讲上帝，你甲答应救我，我要来和世界共款啊！我要和人去拜神明啊！我要和人去安怎样啊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就会对着上帝应允救恩内底来失落。迄所失落的是包括咱天顶属灵的产业，包括咱儿女的名分，包括咱地面上原本上帝已经应允要予咱的福气甲恩典，拢总会无去。有的时阵，你检查会感觉上帝哪会这呢拖沙？但是实际上是上帝伫伊个时间点内底做代志，毋是我，毋是你，毋是咱会当命令上帝。请注意，是上帝咧引带咱。引带是啥？引带是行伫头前啊，行伫后壁。引带的人一定是行伫头前嘛。啊，我互人引带，我所以行伫后边嘛。啊！我若硬撞开去较头前，安尼是我咧引带伊吗？还是咧引带我？对安尼，咱就通三角做伙看见。彼得劝勉兄弟姊妹讲，是迫害检查抑阁伫咧，但是你若持守，伫上帝国度内底，你一定会对着上帝得到称赞。什么是称赞？一个人毋捌拍拼过，你甲伊称赞，安尼就是咧讽刺伊。迄个人拢无读册，迄个人为非三者，你伫迄个所在甲伊讲，哦，你世界上介好诶，上介贤诶，你敢会安尼甲讲？绝对袂嘛！迄就是一款讽刺。努力
若无得到结果，人一定会丧志。但是上帝对你的称赞是拄拄啊好，未超过，嘛未无够。你若真正认真打拼过，人对你的称赞，你会有感觉安慰，感觉肯定，你袂感觉唏嘘，因为你实在是安尼的人。第二，咱对上帝所得到的是荣光。什么是荣光？做老师来教育学生，学生后盖有成就、有出发，这是老师的荣光。医生宣告这世，医好人的病痛，这是伊的荣光。木工师傅伫迄个所在有法度刻出真水的画娘雕洞，这就是伊的荣光。上帝儿女的荣光是啥？伊会当分别为圣，甲这个世界的邪恶无共款。当世界伫咧性的关系混乱的时，当人用啥物人较贤讲白贼，袂妨踢破的时阵，因感觉因介贤。但是正做上帝的儿女，伊分别为圣，迄是因的荣光。这有一个相共的点，因努力，因忍耐，因坚守。坚守什么货？上帝安怎讲，我就安怎做。来，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上帝安怎讲，咱就安怎做。这甲咱的能力无关系，甲咱好野善嘛无关系，甲咱健康病痛嘛无关系。只是咱是毋是愿意照上帝所讲的去做。咱若愿意照上帝所讲的去做，你就会有荣光。一个善车有品格的人，会比一个好业为非三做的人更较受尊重，敢毋是？咱会欣赏好业人，但是咱实实在在，敢若会尊重遐有品格的人。所以，迄就是荣光。咱若效法基督，就一定会得到尊荣。耶稣基督是安怎会堪得一切的尊贵？因为伊正做人的日子，伊限制家己的能力，伊照着人的生活方式咧生活，但是伊忍耐并且赢过所有情欲甲试探，伊遵行上帝所吩咐伊的，无掠家己肉体性命做重要，反倒当伊完全顺从上帝所讲的，甲伊的性命分享出去，伊无犯罪，所以魔鬼无法度攻击耶稣基督，所以世间人无法度攻击耶稣基督。圣洁的品格，互天顶地下所有万民万民心甘情愿，不得不将尊贵归于伊。这就是荣光，这就是尊贵。这款的尊贵内底，独独就干那是伊尔。基督的救恩是上帝主动予咱人的恩典甲疼痛，互相信伊的人因着基督的救赎，成做上帝的儿女。请会记哩，救恩是上帝为咱备办的，毋是咱拍拼的结果。但是礼物要互咱，必须要咱愿意来承受。若无，迄个恩典甲咱有缘无关系。上帝并毋是互咱一个囝儿空壳的名分，乃是确确实实将着儿女有产业要互咱继承。总是咱今仔日需要受训练、受教示，通互咱将来会堪得承受迄一份的产业。
若甲无古早人讲一句话，好神咧对灵轻角，看头看面，无三义啦，无适合啦。当上帝要互咱有即款的产业的时阵，咱伫即个地面上会受训练。虽然不断咧受教师、受训练，但是这是要互咱甲耶稣基督共款。当迄一日，咱所有活命受炼净的时阵，上帝就甲伊的后生查某囝甲摆出来，讲这就是阮后生。了后，上帝掠你做阳光，你正做上帝阳光。伫整个灵性的世界，因嘛要讲主，你的救恩极其伟大。因为了威利生过去真正歹个搞屎，但是今仔日哪会当变做安尼？上帝，你的作为，你的救赎，你的教示，你的训练，伫伊的身上，阮看到啊！上帝，你堪得一切上赞而乐。因为你熬练，因为你甲这因活命的杂质完全甲伊除去，互因甲你共款，诚侪阳光，诚侪尊贵，万民拢要安尼来称赞你。三角码头来祈祷，耶和华阮的上帝。互阮会通确实知影，阮对你所领受的福分是何等的大。亲爱的圣灵，阮有真侪时阵，因为活伫这个世界，受这个世界的思想甲正人的行为所影响，所以阮也真容易失觉察，行毋对路去。圣灵啊，恳求引带阮，提醒阮。催逼阮，互阮会通离开迄个错误的方向，离开歪错的道路，受你的引带，受你的催逼，佮倒转来伫公义正直、平安的路，通互阮行伫上帝旨意内底，叫阮这一生年日无抵到空空伫迄个所在长息，乃是每一个脚步，每一个日子，拢互阮愈来愈接近上帝的救恩、上帝的阳光。愿你成就这个恩典伫阮的身上。感谢你，赏赐阮遮尔大的疼痛，互阮得到儿女的名分、产业，并一切的称赞、阳光甲尊贵，互阮效法基督。直到将来见你的日子，完全无通指责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来介绍新的朋友，来，咱真欢喜哦，有一位柯洪强兄弟吼，是晓婷姊妹所介绍的，来黄昌哦，感谢主，谢谢。好，请坐吼，谢谢。咱会后的时阵会当含洪昌兄三个做分享交陪。今仔日呢，咱要来颁发这个奖学金，台语长讲，还有堂哦 ，OK。来，咱。名单无来，这哦。来，请咱好了哦，对，来，不是来。好来，我读到名字的哦，请你上来哦。来，谢彩云，有来无？感谢主，来叶寻丽，来张轩婷，林怡君，林其胜。OK， 好，那就是3位。好，感谢主。来，宣婷，上帝赐福你；来，旋律，上帝赐福你；彩云，上帝赐福你。来，行过来嘞，来。
来，OK，又改过来，好来，OK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感谢主。感谢上帝听痛咱的蒋阿金，特别是看重伫教会内底的出席率甲服侍，咱会通看见每一个细囝，因的资质无一定相像，但是对着上帝的听，对着品格的养成，一直是咱对着这个世界要献出上介大的祝福。几落礼拜内底，咱拢有讲到同一个代志，品格的养成一定是比能力的养成更加重要。愿上帝亲自施恩帮助咱，互咱看重属灵的品格，伫上帝国同心甲主同行。咱这时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，同齐来奉献。每一届的奉献，拢是主所赐福，互咱稳定的听痛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行伫伊的阳光当中。咱唱第三首好无？唱第三首。我要踮你殿中，哭落敬拜称声，诉说你恩典。耶和华的主爱，述说你的荣光，敬拜到永远。耶稣。圣洁的羊羔，耶稣，一生敬拜你。踮你殿中一日，他领八位圣人，心好定甘甜。仰望你的영面，听叹你的声音，活伫主内面。耶稣，耶稣，圣洁的羊羔，耶稣，耶稣。敬拜你，我要踮你殿中，哭落敬拜称谢，诉说你恩典，笑念你的主爱，述说你的荣光，敬拜到永远。耶稣，耶稣，圣洁的羊羔，耶稣，耶稣，一生敬拜你。踮你殿中一日，他领八位圣人，心好定甘甜。仰望你的영面，听叹你的声音，活伫主内面。耶稣，耶稣，圣洁的羊羔，耶稣，耶稣。
敬拜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敬拜你。愿亲爱的圣灵亲自徛起伫你的心灵，对你讲话。愿基督的救恩确确实实，互你把握得来，互你用信心领受囝儿的名分，看见永远救恩的实在，互你行伫上帝欢喜的道路，殷勤读伊的话，照伊的话去行，证明你听了上帝的话。互基督降临的日子，你通甲伊同齐进入伊荣光的国，含伊三甲做伙徛起，承受一切属灵的产业，直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咱今日第一堂聚会就到这所在，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